36分，到这个位置是上高分的，恭喜！恭喜！去哪里我都带他去了。之前我是不会唱福建歌，也不会讲福建话。我的老师鼓励我，他讲你尝试一下，所以我就尝试一下。我唱下之后，他讲哇不错，你唱的福建歌，我建议你去华语来卡拉。今年本来还想不要去唱了，还想很辛苦，走这样远的路途，还讲。我很开心啦，我没有想到我的脚都可以站在那个舞台上表演给大家看。对家己阿无信心的春秀，到底这摆会不会决赛成为歌交歌后呢？就尽你的能力去比赛，跟他们发一个。我相信我可以进决赛。